喺集位分享书看今边福起来嘞。有一种感觉哦，什么样的感觉？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到一首歌。一个声音，你就非常非常的有画面。我记得去年时节啦，我看到迄2、3人，一个西妹的，一个西来的，唱歌的按后堂，我就想讲，马个时节而发唱片嘞。这个时候他们就带着新专辑来了。这一年他们非常的努力，包括最近呢这个亚洲电视节还入围了连续剧的主题曲哦。他们是谁呢？现在弹起的唱歌的。1、2。看手手看手看单手，韩国天顺跳，来呀又来呀，开开来哟。老酒店轻轻嘅市中心，东演嘅自然下，可以喊呀喊呀，共同来打朋友，一帆风顺就一帆地下，莫特拉又来又一帆风顺就一帆地下。欢迎二本猫，耶！大家好，Annie 係二本喵。快来跟一本喵，二本猫，我们来分开介绍一下，你是大家好，我是王 V。哦，王 V， 这一年不见了。客语进步越来越帅，客语也进步了，但是这一句再不进步就不得了啊！今天有新同学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潘 V。潘维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另外一个灵魂人物就是这个乐团的主唱。你先说你。我是怡乔，我是雨乔。雨乔，那手上拿了这个苍奶涵，吉黑奶涵，吉黑奶涵是，他是你们的 double bass。double bass。不过讲到新团员，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新团员，好不好？听说他是你们的灵魂人物，是？哎呦，灵魂人物的意思就是很重要了。那你怎么办？我是配角。哎呦，通常会这样说的人都是主角。来，这个潘维。于乔介绍一下潘维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从妈妈肚子里来。你说怎么加入这个二本猫这个？其实去年我们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他了。哦，那为什么那时候还在观察嘛？先试用期啊。试用期。说自己不重要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关注。太重要，所以要很试用。所以是你们的灵魂人物，所以他是你们这个团的鼓手，就对。对。加入多久了？就大概1年多的时间，就是有了他，我们才开始算这个团。哎呦，那你真的很重，你真的很重要，好不好？这句话说了就不能够离团。没有问题。好了，这个我们先来聊聊刚才那首歌，好不好？先恭喜你们发行新专辑，谢谢。来介绍一下这个歌叫，嘿呀，恭喜！新的专辑，先讲加创的一首歌曲，很多期待之歌。这个歌在写什么呢？其实这首歌是我一边写，然后就一边想着说跟家人一起去扫墓的感觉。哦，一瓜子啦，我们客家话叫瓜子，就是扫墓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爸爸的7兄弟姐妹，我们大家都住台北。哦，然后你哪里的客家人？爸爸是南部。哦，南部苗栗，苗栗南部哦，所以都要回去，然后家族一起见面，譬如说叔爸爸啦、阿姨啦、姑虫啦，全部都空开时间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。对，然后因为平常大家工作在台北很忙，其实我们就只有扫墓的时候才会大家聚在一起，然后就是聚在一起，然后去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，然后有田。对，然后家里有大家长，不管是阿胎啦、阿公啦、阿婆啦，因为家里的长辈在的时候，大家
家族就会有凝聚力，然后回去不管是大人小孩，就有一种我知道你讲的感觉了，就是很期待见面。对，比如说我好想看到于乔哦，好想看到潘玮哦，好想看到王伟哦，那种感觉就是啊，我今天也要特别打扮，因为我们也许半年、1年不见了。对不对？1年都通常都是1年，而且会顺便去大湖采草莓。哇，就是家族聚会的感觉。有，刚在里面就有听到那种期待的感觉哈。当然讲到这个歌呢，在新专辑里，新专辑的名称叫什么？光亮。彷徨的闪耀年纪。等一下，彷徨的闪耀年纪。在年纪当中又彷徨，但是又觉得闪耀，这是非常冲突的一个主题，是谁想的？这其实是里面一首歌的歌词。我有问你啊，有。抢答，我问你，抢答，举手啊！好，再一次哈。那这个专辑的主题谁想的呢？好，我们对啊，其实他的主唱的歌词是主唱的歌词，是不是？然后曲呢？曲是我哎。哦，你是我写曲。一直闹他，所以先有词还是先有曲啊？其实这个词跟曲他们同时出来，可是没有相见面哦，遇到了才把它合起来。真的哦，因为我知道王维不是客家人嘛。当你当初拿到这个词的时候，有没有困难度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没有困难度，然后就是把里面歌的一段词拿出来。这个歌是在写什么？原本行啊。他搞不好本来也不叫行是吗？哦，其实行是他取的名字哦，对，我还取的歌名这样。哇，一直说自己很很强哦，懂强哦。不过我也很好奇，既然会从这个歌名的歌词里，歌曲的歌词里面找到这个专辑的主题嘛，主轴，所以你会照这个主轴下去之后，就会有排序啦。对不对？歌曲的排序，因为我之前很早就拿到巧巧专，我记得是发行的第1天，隔天嘛，我就拿到了，就遇到。是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清新的民谣之外，又有爵士，是让我觉得听起来很舒服的。那我就觉得这个很巧妙，就是你们在歌曲的编排，第狗 Q 编排当播哈，你懂用心懂吗？这歌曲的编排上面是很用心的，是你们一起想的，还是说，对？于乔，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还是说你们一起集思广益？这个是一个大工程啊，所以光靠我们还不够。真的吗？对。还有谁？还有我们的录音师、制作人，还有助理们。哦，我以为还有一些民调。所以光编排上面，我也觉得非常的用心，因为它有一种。真的就像作文里面说到的起承转合的那个感觉，就是一开始我们可能听到以巧为爸爸讲的口白，从往有糖哦，有口白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好像慢慢的搭着他们的时空列车，我们到很多的地方去遨游，特别是你的声音，超毛，你还赏。那我又很好奇了，这个专辑的封面怎么来的？这是在台湾吗？不是，这个其实是日本亲生哦，丁日本哦。哇，对，这个专辑是跨国际就对了。然后，而且这个路牌其实是美国佛蒙特州的一个路牌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是找到一个当代的艺术家卢义君，对，因为他这几年其实都代表台湾，代表国际艺术村，然后在不同国家做艺术家交换。哦，对，那他有谈过你第几度的歌曲？有，张托两条相片就超。底下两个好朋友。哎呀，你看呐，周年好朋友是在等候。对啊，就是他其实很常一直都来看我们的现场表演。是，而且这个不只是封面啊，我觉得封底啊，还有里面的内页，像封底我就很好奇，还有那个我们烫金的 logo， 那个 logo 代表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那按莫伊哈某共发鼓手。所以它这个 logo 意思就是，它一开始发想就是因为二本猫的本跟树木有关系，然后他就觉得这3个三角形可以叠成一个就是树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再加上把这3个三角形合在一起，聚集在一起，对，像一个猫的耳朵。哎，对耶，我们通常有时候万圣节或特别节日戴那个猫的耳朵就是三角形嘛，对不对？哇，没想到一种整系底背度有包含暗斗的意思，当然包含暗斗意思之外呢，我感觉应该很你的用心，你听得懂我讲什么吗？
猜得猜得到我讲什么？口译。不是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真要讲。好，你讲，来让你说。哦，这个我们的 logo 就是隐含了爱、勇气、希望。你好个翻译哥啊！爱、勇气、希望，对，我的心中的意思也就是这样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没想到一张专辑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用心在里面。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对这张专辑的爱，还有歌曲投入的那些心力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来看呐，记得还有嘛该后告后料的事情，还有后台的歌曲，莫这块，待会见。非常重要的風氣來，我喺就為今日來到兩位特別來賓係當氣氛嘅樂團，佢哋係二本貓。大家好，Andy 係日本喵，我係王菲，我係潘比，我係依橋，還有今天哪哈？今日冇來哦，相片一天會多，對我們節目的尊重哈。剛才啊，在這家廣告的時候，這個王偉特別攏來講，等下我來講。你係日本喵，學麥，很棒啊，講得很標準啊。在這專輯發行之前，你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，我想你們在音樂上本來就已經很有默契了嘛。但做這張專輯總是會碰到一些困難，畢竟它是一個母語的專輯，母語的轉型嘛，客家轉型。去年來讀到你那時間，你那時候還有一點點生澀，對於客家歌會不會有一點那個時候？對啊，其實到現在還是這個語言還是對我來說很陌生。但是我覺得歌曲的話影響沒有那麼大。對，因為我就是用它的語調來認識。重新學習的那種概念。跟咱們新的同學，我要問一下新同學了，對不對？潘偉，你也是因為於橋才接觸到客語歌嘛？對。那你第一次聽到客語歌的時候是什麼感覺？我覺得客語它那個音調還蠻特別的，就是會比國語或是台語都還要更有旋律性的。而且好像在文字上面更有特殊的含義。就你去了解之後，於橋現在可是你們的老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更了解之後，我想對這個歌，漢語欣賞，這個敢講。不過當然對一個鼓手來說，當然音樂是不分語言的嘛，但是對你來講呢，這個新的語言有沒有在製作上面有一些困難度？你覺得？製作上面對我來說可能還好，可能表演上面有一點。真的嗎？為什麼？因為有時候鼓手還是會去聽主唱唱到什麼，然後來去聽那個段落。對，所以有時候聽不懂的時候就會其實一開始啊，其實是一開始，後來都還好。就一開始會擔心啊，怕讓這個音樂的完整性沒那麼好。那我就要問這個樂團的漢語老師、漢語欣賞哦，於橋，那你覺得你對你的團員到目前做完這張專輯之後，你說對他們有沒有對他們評語，覺得更高分？哎呀，很敢講。那我要問你們了，那個既然這專輯投入那麼多的感情，我要分別問一下你們最喜歡專輯的哪一首歌？搶答他？他不用搶答，每個人都要答。你說。愛上你的風。愛上你的什麼？風。愛上你的點。哦，愛上你的點哦，不是那個風。對。為什麼特別喜歡這個？因為它的節奏比較重一點，然後我本身就是比較喜歡節奏重一點。哦，就是有一點 rocker， 是不是？你呢？我喜歡《期待之歌》。哦，就是剛一開始唱。為什麼？它讓我有跳躍感，很活潑，然後心情很愉快。就是有一種真的期待要去見心愛的人或者是家人的感覺。喜歡的事物。哎呦，你的眼睛有那個有愛心，還是太乾？於橋呢？於橋呢？我中意獻功嘅禮片。哎呦，獻功嘅禮片，我當講考試問題獻功係乜個意思？獻功係乜個意思？就是導軍啊。哦，就是蚯蚓。對，蚯蚓我們客家話叫獻功，跟我念一次，獻功。獻功嘅禮片為什麼？你知道獻功啊？你切斷它，不是對半婆，對半婆就死翹翹。你切斷它，它會再生。就是切到那個增殖環的部分。
对。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？那我小时候就觉得蚯蚓它很神奇，然后可以变这样子。然后学校里面就是好多的蚯蚓。是。对啊，那我就很女喜欢。生不会害怕吗？我也蛮喜欢他们的。真的哦，这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，于乔他有双重人格。好，既然讲到这里了，东西放下。好，當到有當到特別來賓來時節咧，在唯獨一天要考試，就是團員來說都要考試。現在送上白板，我就要問一些問題，要快問快答，好唔好？來，快問快答，没问题。沒問題，是不是？好，來，請問一下，請問，在這個團體中，誰的偶包最重？請作答。好快啊！哎呦。你知道，通常自己心里有一些疑问的人哦，这个都唔敢下动。好了，时间快到了。他居然写我。好了吗？请亮牌。哎呦，王伟嘛，两票哎，那我来问乔乔哈。还有一个人没投票，他也是，他也，所以平手。他没有，他也是王伟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一下。就。你说了，有吗？像那个我上礼拜天去台中的成品，对，表演前1分钟，就主持人有先说，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场，然后他突然开场前，然后在那边绑头发，然后绑就算了，就我们在成品，我在看书，然后就听到那个绑头发的人就问潘伟汉说，我这样绑有整齐吗？有，他刚你知道你在写他的时候，他现在连动作都变得优雅了起来。第2题来，请问团员里面谁最会迟到？请作答。好了吗？好了。你真的很难。我知道答案是谁，但我要保护他嘛。哎，为什么特别要保护我？等一下好好看一下。来，这写字还蛮慢的哈。你知道我们节目时间只有1个小时吗？你光写字就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。来，请看白板。哦，哎呦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要自己读。哦，为汉是不是？你看呐，这是不是有偶包？就一定要聚光灯都在他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他就一定要写这样。保护当事人。哎呦，他其实叫潘维汉，是不是？你凭什么把人家全名弄出来？人家有艺名哎。为什么他迟到最久多久？有等过1天，后来没等到。1天？结果是记错时间了。哦，那他的理由有什么？譬如说每次迟到的时候。不外乎就是好像没有问化妆啊，没有化妆，你真的是感情很好哦。再来一题，请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谢谢。好，这个团哦，除了于乔之外，谁最会唱歌？这个问题也很难呢。你这是主唱怎么可以这样？可是如果得票数最高的，可以请他现场唱。当然了，我一定要。得票数最高，请他现场唱。当然一定要现场唱啊！那你这样讲，我们就好写了。请翻白板。噔。2票对1票，清唱专辑的一首，快点。唱国语吗？都可以，看他。唱行啊，我需要你需要吉他，不要，我要唱行来，不用一整首，好不好？2句或4句，预备开始。光亮胖山，为什么听成孔山沟太慢呢？预备开始。胖黄山腰的年纪，这样。哦，好，我们下一题啊。请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一次新专辑。形容一句话形容这张专辑，一句话哦，你不要给我写很久。字好丑哦。没关系，一句话就好了。今日來到嚟呢節目嘅係日本貓嗬，日本貓
今日三下来和添一下，希望哈巴和吉飞4个人合体哈。我们现在在进行那个默契大考验，因为我很怕他们写太久。来，预备。我好像都是第一个写好。对呀，你真的很棒。我看一下字有多丑，来，我来稍微看一下。我很怕。因为你转太。你会爱上的灵魂流行乐哦，你还两种专辑，你对这张专辑的一句话的这个形容，对不对？好，潘玮是乡村人，你的手，对，乡村人听的城市浪潮。哎呦，你不错。哎呦，有准备。实际看这个人，买了不会后悔。我觉得你。好，算了，我刚刚还在一直在帮你们铺一些文青的梗，买了不好算了，文青里面有一些比较实际，也是啦，买了不会后悔，好很重要啊。最后一题了，最后一题，写下你最想感谢的人。最想感谢的人，一个吗？对，一个，不然呢？一个哦，团员呢？都可以。哈，这个很难吧？很难。好，2个可以，2个可以。好啦，一个可以写团员，可以写这样，太多2个。好，好了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算了。好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哈。王伟同学，你知道时间已经到了吗？好。考试老师要赶快收卷了，好吗？他真要把族谱都写上去。这就是2本猫的精神。来，请翻白板，来看一下。哎呦喂，妈妈，你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啊？对镜头。要这么感谢吗？就感谢妈妈的支持，就玩音乐这条路。对，很棒。我们很常看到潘玮妈妈帮我们拍手。对，她很常来看我表演。我说妈妈煮鸡汤来。下次可以带鸡汤。等一下还有机会。来，就是谢谢我爸爸、阿爸，因为本来我是只会讲阿爸安之塞，阿妹爱中来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对，然后现在还会讲一些聊天的，没有到很多，可是，对啊，至少可以很顺，对不对？王伟的部分是，就因为就刚好看到他坐在左边，就写一下。那你也不写潘玮，哎，你看看他，你真的很官方。哎，我承认他真的偶包很重，所有心中有爱的人。好，谢谢。等他公乱斗，下乱斗，等下还有蛮个神奇的事情，不要走开，我们待会回来。
熟的嘞。风好，这首歌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你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叫做天狗跟李撇，《献拱跟礼片》哈。蚯蚓的离别，我们刚刚讲到，就是说你念书的时候，学校有很多蚯蚓啊，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很厉害，然后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写到蚯蚓的离别？其实我国小的时候有幻想过，我曾经是2种生物，一个是猪，一个是蚯蚓。一个是猪，这差很多啊。好，那后来为什么从猪变成蚯蚓了呢？我的期望记是怎么样的，我就记得这个。然后我有想要写一个猪之歌，但是还没写出来。好，我期待啊，猪之歌。不过蚯蚓的离别，它其实是一个，它其实也在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就是说，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种身份，然后当你在跟过去的自己告别的时候，其实你要迎接的是未来的自己。你们点头如捣蒜，我可以加入团里吗？因为有尾的都可以的。太好了，潘尾、王尾，我的尾不一样，泽尾我是密字旁的尾，哎，我都可以加入。你们3个的尾都不一样。对耶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不一样。某 Q 用，某 Q 用。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这首歌？这其实是我人生写的第1首词曲唱。哦，而且这是华语，防疫狗呢，超毛。没有，在专辑里我们又唱成客语。哦，有汉语的部分，有汉语。哇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华语的部分就对了。没呢，哎，刚刚是汉语。刚刚是客语啊。刚刚是客语吗？我是转头要问你，重点来喽。既然客语都已经认证了，要考试，可以吗？老肉肉买我，我要念一次吗？肉肉买我，肉肉向我，肉好子肉。英语上嘅肉好肚到肉肉，肉好买肉买我，肉肉买我买肉，我弯肉肉弯我还不拍照？哎，为什么是考我？我刚刚已经打结了。可以吗？预备。于乔来哦，因为听说于乔这1年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，对不对？包括你现在正在那个闹热必衰，泰卡都提供让你进步懂得。我在一直讲话的时候是让你练习哦，我有没有对你很好？有哈，预备，开始。肉肉买我，肉肉是我，肉好子肉，英语上嘅肉好肚掉肉肉，肉好买肉买我。有没有觉得很难？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很厉害，因为过去的1年，我记得去年看到你的时间，去年看到你的时间，你讲法还有一点有点某张，有点强强的，厉害，嘿啊，厉害，真劲动，厉害。我觉得以你去年的实力，你大概只有到第2句。没有，去年是只有老罗。老罗。不过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就像创作音乐是一样的道理。银币俩只是这个牛刀小事啊。你用啥做对吗？都对，第1句啊。好，第一句哈，我要再示范吗？好。肉肉向我，肉好子肉，预备起。肉肉向我，肉好子肉。没有啊，哎，很棒。你，第2句。对，没有，我觉得他比较聪明一点。是吗？我觉得我们来第3跟这边好不好？肉好买肉买我，肉好买肉买我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肉肉买我买肉。肉肉买我买肉，掌声鼓励！哎，我觉得他们俩比你厉害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最后一句好不好？我弯肉，肉弯我。太厉害，太厉害！不过我们要讲，懂感谢你，to 唔咩客家朋友，啲音樂地位度为人的文化做很多的事情，为我们的客家文化做很多的事情。我觉得这要感谢于乔。我要问你，从比赛出现，然后到现在拥有自己的专辑，你心中的感受怎么样？很震撼呢。怎么说？要哭了。怎么这个音乐可以不要这么？没关系，就哎呦，我突然看到你就觉得很想哭。我是多让人想哭，为什么？我的手伸出来你还不牵。可是我手很湿。不会，你说，给讲。因为觉得，因为我人生第1次听到客语的歌是
彩色宁静海。然后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家其实很少在看电视，那时候是因为我脚骨折，然后在家里休息了3个月，然后就转电视看到这个电视节目，然后就觉得哇客语很好听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已经25岁了，对，从来都不知道，然后也没有觉得自己是客家人有什么感觉，对，所以也不会想到说自己有一天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。而且你做的事情是很伟大的，没有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是会被保留下来的。那伟大的部分是大家一起成就的。好，你还有几飞先从堂里的唱歌，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演出资讯，好不好？来，哦耶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来了，哇，这有备而来，好哇！二本猫的专辑发表会，二本猫转系会发表会哈，几号？12月11号礼拜天。D N V 嘞，在 Legacy Mini。是晚上7点哦，晚上7点钟。那接下来后面还有台中，还有高雄的场次，都要关注我们的粉丝专业，对不对？搜寻什么呢？搜寻喵二本猫，英文怎么拼？URBAN。哇，好国际哦。我们先来看这一场哦，在台北12月11号，好不好？因为给别时给你用勾案讲，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？有没有什么话对你的团员讲？就是大家那个一路顺，不是，你真的很烦。心想事成哦，大家都继续努力下去，一路顺风也没有错，因为我们顺风继续的努力，对不对？就是感谢大家，就是在这个团的付出。于乔呢？听说爱上忙大表了，听说爱上忙大表哦。不管用把hin先恭喜了发行了专辑《光亮彷徨的闪耀年纪》，大家一听都会支持哦，好吗？没讲到的，没有聊到的，我们希望下次这个整个团员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好的聊，好不好？最后呢，在进广告之前，你们要手牵手啊，好不好？你们一起手牵手，对。我还没好好看。你要牵着他，帮你，你牵着他的手，来，我们一起说。我们一起说我们是二本猫，快点，预备，开始，我们是二本猫，快点签啊！我们是二本猫，支持喜演唱会啊！没关系，来拿一下就好了。我们是二本猫，继续支持他们的新专辑哦，莫这块好好弹给歌曲之外的，没好好的运动哦，好好运动，不要走开，待会见。